11月7號，加拿大星島焦點新聞：一名男子被控分享妻子嘅 AI 合成裸照，獲判無罪。法官話佢嘅行為雖然可恥，但未有構成刑事罪行。呢名男子透過社交平台 Snapchat 將妻子嘅假裸照發送俾另一名陌生男子，被控發布、散播或傳送他人私密影像。但法官裁定照片唔符合刑法中嘅私密影像定義。前自由黨政府曾經提出網上傷害法案，法案曾經包括擴充條文，將合理逼真地展示某人裸體嘅假影像納入私密影像嘅定義，但隨住國會解散而終止。學者就話呢單案代表刑法需要更新。聯邦司法部就回應話，政府正籌備新法例，希望將散播 deepfake 影像列為刑事罪行。下載加拿大星島應用程式，瀏覽更多新聞。